過去一年整體樓市價量齊升，樓價連續11個月錄得升幅，整體二手交投亦持續暢旺。按田土廳嘅紀錄，上月二手註冊量再度突破5000宗，係過去5年內首度出現連續3個月二手交投突破5000宗嘅旺市紀錄。新界區嘅指標屋苑沙田第一城，連月內交投持續暢旺嘅同時，尺價亦顯著回升。1年前屋苑嘅二手尺價約介乎1.1至1.3萬元左右水平，但最新二手尺價已顯著回升至1.3至1.5萬元水平，單位最高成交尺價更超越1.6萬元嘅水平。最新屋苑錄得罕有短期轉售獲利成交，尺價約達1.56萬元。業主屬投資者，入市短短1年就顯著賺價21%離場。最新嘅中成交係沙田第一城52座中層之室，單位實用面積304尺，2房1廳間隔，坐向東南望，開揚遠景。原業主叫價480萬元，最終輕微減價僅4萬元，速獲承接，減幅僅0.8%，最終成交價為476萬元，實用面積尺價15658元。原業主於去年同期以395萬元購入上址，現以476萬元轉售，持貨僅1年，帳面獲利81萬元，期間售價大幅上升21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